向前同路飞，大家来相飞。现场所有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嘛！哎呦，哎呦看到啊叔伯阿姐有样的亲戚，叔伯阿姐，叔伯伯妹，有东东爱的那乡亲父老乡弟姊妹因为转啊到人的故乡啦，哎呀，有啲得啥吼，拢係愛都看你用的啦。真嘅呢啊，全部看愛多睇呀。真嘅。哎呀，今邊有唱到3位評審欣賞介紹睇吼，我有唱到一些國際巨星來表演。哦，國際巨星來啦。係呀。哦，哎呦，夾來介紹。如果沒有你就慘了。夾來介紹 TV 客家新傳師吳傳麟先生，客家銀行經理洪家寧先生。第3位客家新傳師潘秀峰先生，眾賞鼓勵有唱到那個國際巨星。到底係乜人嚟？哦，有唱到那個彭家寧先生帶來個精彩嘅表演哦。哎呀！眾賞鼓勵，哇！歡迎那個客家講師妹。兩位主持人哦，海君好，對，我的好姐妹來了，好姐妹來了，太開心了，太歡喜了。哎呀，從那個嘉妮姐姐從客家新 Q 的世界有冇？我就會覺得啊，就聽到青島女性朋友們都會有浮現出很多她的一種認分。對，然後他的為家裡奉獻的那一種一生，冇錯，就相當係些個阿婆啊、阿媽啊、媽媽，對，一推成過一推，對的那一種畫面，好感動哦！我真的剛剛躲在幕後，平常我都是坐下的，可是他唱歌我就站着。真嘅哦。對，因為我不知道他在哪裡要結束，我要衝出。好啦，今天羅凡儀哈。好，冇問題，謝謝你哦，拜託你哦，大家。哎呀，就夾來看第一組嘅表演。嚟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欣賞欽定嘅，係講3位評審一致通過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
西门的安江，西门的安江，酒厂的一枝房。拍拍的牙齿，风风过嘴唇，木子那袂讲话。西门的安江，西门的安江，深谷的没有淡化。标准的身材，甜蜜的笑容，色彩也电影像。风花又给也来砸，西门的安江爱马莎，爱上都斯文又后生，爱不爱藏。风花又给也来砸，西门的安江爱马莎，爱上都斯文又后生，爱不爱藏。西门的安江，西门的安江，酒厂的一枝房。拍拍的牙齿，风风的嘴唇，木子那袂讲话。西门的安江，西门的安江，深谷的没有淡化。标准的身材，甜蜜的笑容，色彩也电影像。风花又给也来砸，西门的安江爱马莎，爱上都斯文又后生，爱不爱藏。风花又给也来砸，西门的安江爱马莎，爱上都斯文又后生，爱不爱藏。送上鼓励，来，谢谢美女们。送上分享那个今年的经验太高。嘿嘿嘿，哎呦，两位帅哥哎呦美女主持人哈，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客家朋友大家好。他平常都有在收集这种舞台装，哦，所以他的那个衣柜啊，哦大概有超过200多件，对。动贴片，哦，不灵不灵哦，不灵不灵把唔紧的呢，哎呀拿莫怪的木匠来带。莫怪有很多经验啊，经验太高哦。这一套服装也定做很这个不多钱，错嘿，很这个贵啦可以变金色的，然后也可以变银色的。。哎呀，哦，我们哦也可以伫来做的哈，推板哈。我贴片买的，上一个节目贴片买的。这一套衣服可能就是要特别为相亲同乐会对买的嘛，他对对对，可能就会到时候会穿在主持人身上。你抽下去，你就全部都要变他的了。对对对对，但他唯一呀哈，咩啊？嗌佢咪死咯！唯一就是海唔會揾，唔可以問你哎，啊。一個海就用嘅，因為吼所有今日啲錢都拿去桌上敷咧，冇嘢醫生就買海的。哎呀，冇啦。哦咁樣嚟鄉親同樂會嗬，你之前有參加過當到比賽啊，當到表演嘅節目？有啦，以前年輕時候有啊。現在也年輕啊，現在也也很年輕。當後生。當後生係呢？啦係，因為也較冇時間啦。係。有教學生嘅教歌唱班。你現在有教歌唱班哦，提來教。高雄。高雄哦。哦。今日係會全部入學生係咪？冇啦，佢喺跳舞嘅。哦，這是那個舞群老師。原本以盛裝打扮，你會其他條錢國標舞。其他條錢的啦。是客家人嗎？都不是，所以他們是。不是啊。哦。有就係是人，我夜間部嘅。夜間部。哎。這個夜間部像夜大嫂跟隨着你學習應該也多年了。感情要同好啦，對哦，一定有強勇嘅感情，要做嚟跳舞啊，邊唱夫唱婦隨啦。對。哦，夫唱婦體力舞隨。台紅哦，亮拱破案的哦，發光發熱，哎呀，是不是太棒了？來，嚟，彭老師有唱到。
我看到老师上父王啊，你讲好多无简单，也一定个专业专业的啊谢谢老师，专业啊。通唱歌的是一种享受，我相信台湾的歌手、古台湾的朋友啊，朋友去个安阳中心啊，唱歌的本家阿公阿婆堂，应该当欢喜哦。啊，按杨总来看哈，三位评审欣赏有办法一直吐歌嘛。来，他不要看我，他在看我。真的啦，不会。非常的乖。三位评审欣赏有办法一直吐歌嘛。来，来，老师，请给灯。三只杯。谢谢老师。那个奖金要交给太太哦，啊，是交给太太我。们都会忌讳这个。表演卡，那个不是太太，我才是表演以前就講過誒，表演以前的公公。表演之前就講過誒。搞比係啊，好，沒問題。繼續加油啦！看下來看下一組的表演。来来，
好棒！来，太好看了吧？阿奇摸去那边，哎，有问候一下了。来，老太敢问候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许新奇，学多久了啊？舞蹈5年。你学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、想法？就是原本就很喜欢舞蹈，可是加入这个团之后，就让我变得更喜欢舞蹈你。再一次跟大家讲一下，你这个团叫什么团？走马盖。对，还没有精彩的表演舞蹈的部分哈，我们有请天先生来公平一下。做马嘅艺术乐团吼，真嘅舞蹈跳得非常的好，按时出来接受人哋客家嘅文化，真嘅啊知道人哋客家文化悠久嘅，希望你哋吼真嘅繼續堅持下去，好冇？好啦，按用接來看3位評審先生哦，有辦法一致通過冇？先生，請給燈。沈德定。豆叉先生。嘿。哦，你很棒講到動真。豆叉欣賞。哎呦，豆叉欣賞。那之後如果還有很多表演機會再來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先來看下一組的表演。祝福大家花开富贵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老师。鸟先生好。你好，你好。
唔会啦，你去哪没了？去？拍摄，主持人好，拍摄，对拍摄。我跟你报告一下，是他我们这个鸽子喜欢看美女，哦，真的哦是啊那你去戴假发，快点！ ，Come on go， ，OK，他有安全感，真的啦，不会啦，他非常的乖，你不要拿来哦，我真的怕没啦。，没啦，没你不要来哦。好啦好啦，出来。观众朋友，为什么我会这么怕？因为我怕羽毛类的东西，对我无法克服这个障碍。好啦。请问一下，你这个你这个演出已经是，我到底要说什么？从成立了多久？ 1年级就开始接触魔术，整整半个世纪。所以那个鸟小姐跟随着你。没有，这是小鸟，大概就是这20年的时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看我们你的邓老师好喜欢，对，你的脖子比较升高，对。那他会这样子跟大家打招呼，然后飞一圈回来吗？要看现场的状况，因为如果是有时候真的掌声，他有时候整个就现场飞一圈。哦，这个鸟很有灵性啊。哦，非常特别，非常。这个刚刚这个是加分题了吗？对不对？没有。等一下还会表演一个加分题。已经那么精彩了，你还有加分题？因为我从小就爷爷、爸爸就教我打竹板。今天为大家献上数来宝。哇！重赏鼓励你好吗？数着钱财就来了。哇！财源滚滚来了。好，我帮你拿麦克风。打竹板响连声，我向各位一鞠躬。人生本是一场空，读书不必太用功，只要学会学眼功，保证100不落空。我认为天上有个宏观公，地下有个土地公，只要每天都用功，最后一定会成功呀，会成功。掌声鼓励，掌声！哇，这个加分有加到位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雷唱那个陈立先生，你不但会这个魔术，然后呢，你这个数来宝也是表演的那么精彩，增加我们乡亲同乐会的这个节目，欢迎你继续。以后常常来。安用来看那个3位评审欣赏哦，有办法一致通过嘛？来，老师请给灯。30点，哎呦，谢谢3位老师。好，魔法歌哦，对，曹大哥，你们今天带来很精彩的表演，谢谢你今天带来那么精彩的表演。嘿，安用。还有要给节目有精彩哈，精彩，可是时光过得非常的快，对不对？哎，先示望一下，给你所有的参加演出的参赛者，辛苦了，大家很棒哦。你感谢3位评审欣赏，还有给每个表演者，还有电视机，还有请给观众朋友给收看哦。观众朋友，大礼拜日下晝5點半，請準時收看《向前衝落飛太假的小飛》。謝謝，謝謝你，曹大哥，謝謝大家，謝謝。